是刘兄。李玉琪，我提出这个条件交换，安尼你满意无？司马将军，你用你给我考虑两工。好，3天后是柳松天甲韩英这边成婚，为着要阻止因的婚事，互你做慢后日暗，你爱来甲我讲，柳松天伊真实的身份，你会记的，我失陪了。原来用毒针暗算我的人，不是柳松天，是我亲爱的铁汉英。青灯转的李老树，老树转的柳树，我以阮你也相守，无为怨，思空怨尤。仙殿，一用清江化文烟，独家梦算我生命，只为爱相留松天。公主啊，公主，有一位姑娘
我有烦恼过啊，我无爱听歌，你叫出去！这位姑娘，不是阮歌楼的人，若是讲有要紧的代志，专程要来找公主你啊。哦，请。你出去。李公主，叫了你是？我叫做水莲花，你免着惊，官兵无发现着我，所以我袂拖累你。哦。李公主，要找你的人实在是无简单呢。阮啊，逐工都踮咧迄个理想客栈伫咧等你。哦，无想到讲你竟然会住踮这个歌楼的内面啊！听讲你要向司马洪戳破柳松天的身份是？水姐主，你毋免问我为什么会知影这项代志，我嘛袂问你讲是安怎，你哪会知影柳松天真实的身份？原来安尼是。水姐主，你来这找我无着，又是甚么？听讲新标手李玉琪是昆仑的地主。名闻正派，应该毋是迄种不忠不义的人吼。我来定天府，是要看我的孙妹离开此地，将来嘛莫做不忠不义的代志啊！你若向司马洪戳破柳松天真实的身份，你就是不忠不义的人。哦。你敢若知影柳松天就是夏侯昭？夏侯昭是曲老大甲司马洪特别厉害重犯。你敢知影因两个是安怎哪会要掠？但是发生过1个月了后，你才来定天府。当然你是有知影这件代志。禁卫军的总教头夏侯平是明朝所派来的秘书。不幸事败，自尽身亡。伊的囝夏侯昭为着要继承父志，才会化名柳松天，接近曲老大，是要暗诈敌情。假使你若向司马洪戳破伊的身份，敢毋是误了大事？那安尼，你将心也难道不忠不义的罪名？已经将情情甲李公主讲明白啦，然后转来去行李山啊。我无要倒转去，我要一目睭看伊甲铁汉英成婚。
老大，人听讲哦，楚江云嘛要甲温玉凤成亲啊呢。因的假期吼是定伫个18啦，差你3天啊。真好，这款的结局才是美满。哈，美满，哼，把楚江云吼，就是水莲花的未婚夫呢。虽然讲水莲花无爱，不过伊即马结果是娶别人啦。啊，这敢有哪会用算讲是美满？啊，搁再讲吼，啊，你明仔载就要甲铁汉英成亲啊啦，放一个水姑娘高高大大，双头无前后，敢讲这有哪会用算讲是美满？这件代志其中有因素，你既然也唔知啊，尽量莫去管别个代志。无大个，我听你安尼伫咧讲这款的语气吼，敢若这心内底啥物代志，你逐项拢知影甲真清楚哟。这我是拢莫知影，我若知，更加良心会不安。哼，大个，迄个真奇怪呢。咱两个兄弟啊吼，一向你啥物代志都拢唔捌瞒我哦。啊，最近唔知安怎啦，常常讲一寡话，拢互我听无的啦。你唔知是啥物意思咧？唉，兄弟，这个再去讲，有兄唔是讲故意要来隐瞒你，因为有兄有答应人，这个秘密无要搁甲第二个人讲，所以我真无方便对你开嘴。我想你也是较凊彩咧。唉，大个啊，老实讲吼，我有哪无爱甲你计较啦。像你啦，最近的心情实在有影有够苦闷啊！要甲一个你无爱的查某成亲，哈，我烦恼你以后日子一定会真歹过。我的代志你毋免为我担心，只要你日后成婚后就当如意，有影就心愿意足。我，唉，这有哪真歹讲啊！人迄工厂甲我讲吼，讲因阿爸甲因阿兄对我的印象无甲好。我看吼，我甲伊的婚事有哪无啥希望啊！王姑娘，搁几工啊？你就要甲我那兄成婚啊？我心肝内有一件代志，想讲，你叫你甲我斗3工，我敢袂当甲你斗3工啥物？大嫂，你，大嫂，我叫你安尼，这是早晚的代志，等你那就惊歹势啊！无好啦好啦，我暂时莫叫你大嫂，等你若甲我那兄成婚了后，我才改做安尼叫，安尼好无？阮姑娘，伫你面头前，我毋敢骗你，我的心肝内早就有一个意中人啊！是啥物人？阮姑娘。可能从
心机绝口难开。大哥对你情意重，你的言语必重。只要大哥肯答应，永不忘你的人情。강秋，假使我若是真是会当做你的大嫂，我一定会祝贺你甲中公这段好姻缘。搁过4天，你就要甲我奶仔成婚啊？哪有搁真的甲假的呢？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恰。哦，恭喜恭喜！恰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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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！大家坐，大家坐。各位，老夫今仔日郑重要甲你宣布一件代志，老夫夫妻已经受汉英为儿女，所以刘松天今仔日必须来相府迎亲。话搁讲一个倒转，从今仔日起，天下第一剑，刘松天就是老夫的家婿。这个保证，找到李玉琪咯，已经无蹛伫客栈，城内酒楼甲茶楼，我拢去找过，无看到伊的人影。呀，将军，依小一看，李玉玲根本就唔知柳湘天的真正身份，伊只敢想要娶铁姑娘，才来对将军你性格好嘅。回叫来！回叫来！回叫！回叫来啊！